主任，我牙髓炎，可唔可以唔做根管治療？我應唔應該話佢知根管治療唔會整壞隻牙，做完之後隻牙嘅壽命亦唔會縮短。牙齒唔係實心嘅，中間有個牙髓腔，入面有血管同神經。牙痛就係佢發出嘅警報。蛀牙分階段，越早醫越簡單。如果只係表面蛀咗啲黑斑，淺層蛀牙唔痛嘅話，補牙就已經夠。蛀得深少少，食甜嘢、凍嘢，有啲酸痛，大多都仲可以補，唔使做根管治療。但如果痛到夜晚瞓唔着、咬嘢時轉心痛，即係話牙神經可能已經受感染，患上牙髓炎，咁就需要做根管治療。根管治療嘅目的係清除感染，保住呢隻牙，等佢可以繼續用。所以佢唔係整壞隻牙，而係拯救隻牙。算啦，我都係直接同佢講明白啦。